Ultraman 80, Ultraman 80, he came to us from the start. 君は誰かを愛しているか、それは生きてることなんだ。君は勇気を持っているか、どんなことにも負けない心。僕の星から来た男が愛と勇気を教えてくれる。ウルトラマン80、ウルトラマン80。He came to us from the start. 係，我係志的。UGM 歐洲分區調嚟上任嘅伊藤隊員，預計會喺13點準時抵達我哋嘅坐標 SU 嗰一度㗎啦。知得啦。不如年啊，聽講伊藤隊員咧係隊長嘅師弟嚟㗎喎。哦，係啊，咁咪同隊長好熟咯。聽講話佢嘅技術拍得住隊長，有翻咁上下添喎，咁犀利。到咯。點會咁㗎？消失咗嘅？隊長，此啲隊員，你知唔知發生咩事啊？連個噴射機都消失咗嘅。發光位置喺邊啊？喺座建築物嘅上空啊！咩話？緊急報告 ！UGM 上空有不明飛機出現。知得啦。緊急報告 ！UGM 上空有不明飛機出現。得嘅，嗰啲究竟係咩光嚟㗎？等陣，喂，你咩啊？喂，咩事啊？我呢入去啊！喂，唔可以入去啊！喂，我呢嚟啊！你唔入得去嘅喎，咪阻住晒啊！你究竟係邊個？遠天，讓開！伊藤啊，原來係你啊！黃珠，冇事。我個法文係咪準咗好多啊？前輩，伊藤，你搞咩啊？幾乎俾你嚇死！伊藤隊員嚟呢度報道嘅。入嚟啊！哦，原來你冇咩事啦嘛？只不過係皮外傷啫。唔該晒。唔使唔該。我同大家介紹先，呢位係新主任伊藤隊員，多多指教。係啦，頭先件事到底係點㗎？伊藤隊員啊，請你解釋頭先件事啊，我哋好想知道。係啦，唔該你啊。我哋可以開始練習未啊？開始練習？冇錯。冇問題。子弟，你揸高空，你哋揸銀女郎喺訓練場地集合啦。隊長啊，咩事？擺隊練習。係。
咩話？高度係2萬公尺？以第2度速度垂直下降。啊？垂直下降？啊？垂直下降？下降到1000公尺之後，就地平飛行。如果我哋掌握得唔好嘅，會直衝落地面嘅喎。係啊，主任。呢層我知啦，你試下啦。自己先，下降戰機。知道。人女郎下降。唔得啊，唔想死啊！個蠢材啊！我係話下降到1000公尺先至再飛。主任啊，呢啲係咩訓練嚟㗎？咪問啊！訓練多次。1、2、3、4。我主啲你咁好精神嘅？兩位前輩振作啲啊！尋日我哋要喺1個鐘頭之內練成10次咁多，你仲咁冇精力，真係服咗你。主任究竟想練啲咩啊？又係佢話日日都要練嘅，練咗一日，第2朝就唔見人喎。你話佢想點啊？有古怪啊！似得啊？乜你唔覺得嘅咩？我對隊長好有信心啊！當然喺歐洲嚟嘅主任都係一樣啦。嗯，計我話咧，好。主任喎，你哋話佢想去邊啊？嗱，跟住佢啦。好，喂，原田啊，你都跟埋嚟啦，再講。喂，我哋去邊啊？跟住佢啊嘛，快啲啦！我懷疑咧，伊藤主任係外星人嚟嘅。唔係啊嘛？唔係，佢嚟嗰陣咪消失咗一陣嘅，梗係嗰陣時俾外星人代替咗。佢想混入嚟搗亂 UGM， 睇住嚟啦！我一定會揭穿佢嘅真面目嘅。喂，原田啊，與其我哋亂咁懷疑，不如面對面同主任搞清楚呢件事啦。話晒大家都係 UGM 嘅人啊嘛。哎呀，你唔好嘈住啦。嗰種光唔係雷射激光嚟嘅，亦都唔係光學嘅嘢，唔使心，佢一定係外星人嚟噶。UGM 總部，我係原田啊，隊長，請你答話啦。講啊！我要逮捕主任佢啊，請批准。逮捕佢？點解？開始就有古怪噶啦，我懷疑佢唔係人類嚟噶。頭先佢消失咗。你點可以咁講伊藤噶？呢人嘅激氣啊，連隊長都俾佢呃埋。你睇下，跟住佢，係。嚟，係。可以移動到另一笪地方，就叫做意念移動物體啦。和泉體育中心，有冇人啊？有冇喺度啊？喂，喂，原田啊，你睇下，
咗去邊呢？呢次係咩嚟咧？係嗰班人喎。一早都話係佢搞鬼㗎啦。UGM 總部，我係原田啊。總部，唉，cut 咗喎。呢棟大廈梗係俾儀器干擾啦，冇辦法同外面通訊嘅。激死啊！指定你留喺度，我翻出去盡量聯絡總部啦。你喺度睇住啊！知道。子迪，我知你喺我後面，跟我嚟。我係原田啊 ！UGM 總部，請答話。怪獸？嗰隻係怪獸嚟㗎？冇錯。等陣，嗰隻怪獸而家瞓緊覺，我哋要盡我哋嘅能力，靜靜咁疏散啲人群出去先。只要用雷射槍輕輕咁揩下佢哋，佢哋就會醒㗎啦。你要記住，盡量保持安靜。係。個位置係坐標 B23，坐標 B23，請派支援隊伍啦。疏散晒所有嘅人啦，好勁！隻嘢點解會瞓着覺嘅咧？吓，呢隻怪獸用意念，即係精神力量，將物件由 A 地方移去 B 地方嗰度。佢不停咁用緊意念移動物體呢一招。就係咁，啲人同飛機就突然間消失咯。係啊，隻怪獸集齊啲人之後，就會有力量噶啦。你又點樣脫險噶吓？嗰隻怪獸曾經喺歐洲用過呢一招，我已經研究咗呢種意念好耐噶啦。咁即係話，主任你而家可以擊敗佢咯？我仲需要啲先進嘅儀器幫手。係咁，頭先你哋點解會突然間消失咧？頭先我測試緊被移動嘅人嘅方向，所以我深入虎穴。主任啊，請你打我啦！做咩？因為我之前懷疑你。其實你都係啱嘅，因為我冇解釋清楚。你打我啦，我係唔應該懷疑你嘅。你打我啦，咁會舒服啲嘅。請你打我啦！舒服啲未啊？我覺得舒服啲啦。好啦，嗰隻怪獸仲會繼續移動其他人嘅，我哋不如翻去攻擊佢吧啦。係。又好似咁多人嘅，同佢鬥耐性。我哋繼續疏散啲人出去先，睇佢奈我哋咩何。但係要保持安靜。係。喂喂，原田隊員，你誤會咗啦！蠢材，唔好嘈啊！主任，你已經被捕啦！你係外星人，快啲現身啦！原田，靜啲啊！你無謂再反抗啦！唔使3分鐘，我哋嘅人就會嚟捉你噶啦！哎呀！
今次弊啦！快啲走啊！疏散啲人出去先啦！係，你走啊！就搵地方避下先啦！快啲！條槍以地道垂直下降啊！原來之前嘅訓練係有咁嘅作用嘅。冇錯，真係對唔住啊！走啊！快啲走啊！止低！喂，見過前面啲人先啦！快啲嚟到嚟！睇我呢邊啦！超人80。呢一隻怪獸嘅武器就係以好強嘅精神力量，將某一種物件移去第二度。呢種武器好難對付，連超人都束手無策。
飲杯！隊長啊，原來你一早就知呢件事嘅，你早啲講出嚟啊嘛，咁我哋咪唔會懷疑主任佢咯。咁啊係咯，搞到鬼咁唔好意思啊！記住啦，經過今次嘅教訓，無論咩事都唔好再懷疑伊藤啦吓，大家要生死與共啊！信賴同團結就係隊長你嘅目標啊嘛。至於隊員啊，伊藤可以抵擋怪獸嘅意念，十足十似超人啊！又係喎，咩話？俾你識穿咗添，我個身份就係超人嚟啦。伊藤佢喺日本嗰陣呢，已經開始研究呢樣嘢噶啦。隊長啊，乜你又講翻啲舊嘢啊？有一晚佢瞓瞓下，喺宿舍2樓啊飛咗出去，佢啊以為自己係識得用意念啦，結果啊仲扭親隻腳添。咁耐嘅嘢，隊長仲記得喎，真係魚啊！伊藤喺阿猛同其他隊員眼中係一位冷靜機智嘅主任，以後佢哋都會一齊作戰嘅。宇宙の旅からスペースマミーが持ち帰ったもの、それは小さな宇宙生物ミュウだった。こんな可愛い小動物が巨大な怪獣になるとは、一体何が起こったのか。次々と落とされてゆく UGM 機、暴れ回るミュウにウルトラマン80の愛の光線が降り注ぐ。次回ウルトラマン80悪魔博士の実験室。